妈花了大把资金把儿子送到某武术学院深造2年，本想遇到危险时，儿子会为他保驾护航，没想到出门第1天就遇到了劫匪。你干啥呢？第一戏家人去海，我你大爷的，他都跑了，你给他喊回来呀！这我喊啥呀？我的妈！我能喊回来吗？喊不回来就是你的问题了。那就我喊，那你不会去追呀？追？我往哪追呀？等我追上，你包都挂入市场了都。再说，我学这套里也没有追的动作呀。那我花钱让你学啥了？学了江伦山西二戏。我怎么这第一式呢？后面呢？第二式忘了，叫他想。去！